正在装修或准备装修的你注意了，木工吊顶这几个关键要点要是忽视，入住后麻烦不断。一、看石膏板拐角处，师傅有没有做七字拐？有的师傅直接给你做2块拼接的，后期必领。二、2块石膏板之间要用8字缝拼接，后期刮腻子能填充的更饱满，也能防止接缝处开裂。三、所有竖向拼接要交错，不能在同一水平线上。四、中央空调出风口的侧面要用欧松板大力加固。五、边吊先封底板，再封侧板，底板才能拖住侧板，降低开裂风险。六、钉子要用防锈钉，否则后期还得叮嘱师傅一个一个刷防锈漆。七、钉子之间的间隔不能大于20公分，上下并排的钉子也要错开位置。關注美利嘉和，周周北米路。